係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嚟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這禮拜我係這禮拜這集邊啲福建呢是特別嘅，我請到一特別嘉賓起來。這特別嘉賓是莊咧，咱特別每人嘅 producer 阿龍歡迎。Hello，嘿，大家好，我是 producer。因為咁我愛佢咧，面都冇自賣。แล้วก็หลังหลัง等老焦成叫講成啦，可能過來介紹咱特別嘉賓老焦阿達歡迎到對來，哇，個食咩路 order 啊？係matcha green tea。但乜路 order 嚇？就我 order 便便呢。好，แล้วก็ลำนาจี歡迎ลำนาจีว่าดู到路啊咯。係咪㗎？ว่าดู到路啊，差唔多。耶！你謝你，แล้วก็外後生無來人 ，SPM 買來台灣，買又一買啊，個攞阿妹知道機會，還沒，就聽啊，阿妹知道機會愛買，我拜聖，我你拜啊咪博杯嚇，拜咪，冇拜，暗拜嘅，冇你我冇你教我 hotel confirm 伊個 number，若是講 within the next few days 你會 confirm 嚇，我會使加一人個。OK，你寄好 message 啊 OK，你 try 下 next 2 days 你跟我講你安怎你特別是用你 WhatsApp 你寄你把這你寄 message 我是你寄我 john@penanghokkien.com directly 呢邊啊 OK， john@penanghokkien.com 然後你跟我講嚟講話哎呦我蘇拉薩都只老早愛你係你來只請你 try 下跟我講啊 OK， แล้วก็ว่า另外隻老椒豆嘅歡迎豆嘅，大家好。豆嘅ลองไปดู豆嘅咧不要緊啦，ลองก็คือ聽這是有啲落過嘢個有我人嘅新卡銷，特別唔知咩個阿龍出來誒，這個高抓厝嘅這個師傅，你咩師傅？冇聲喎，真係冇聲。冇聲。都冇開聲啊，住冇開聲。冇開聲。哦，伊下。冇開咩？安怎冇聲？安怎？開啊！安怎聲冇？安怎你我聽到你嘅聲，未聽到伊嘅聲你earphone 前有時。哦你。冇聲粒，做咩換粒 ？earphone。哎呦，當然出聲嘛。但我聽到。冇聽到。呀。OK， 師傅，你名？我咪安怎叫你話名？但我叫你嘅就我朋友叫，伊講伊是咪做小木嗎？不，鈴木，不鈴子，木子啦，木子，咁我就叫伊茶鏡咯。然後你是叫咩名咧？話名？叫阿 boy 咯。阿 boy，唔係講咯。有別嚟啦，有阿 boy registrar 講，等陣我想話咩？你結果咯，一個咧，就是一做嘅工，做嘅物件裏邊咧，好多一個是你哋暑假嘅，嚇，大樹芽啦，嚇你做你夾咗物件，我只上大樹芽。我叫你大樹芽。我是講你做嘅硬公鴨裏邊，你地暑假是多一隻。哦，我唔知，我只暑假都只噶啦，冇暑假。特別冇你細漢個大漢，大家冇人叫你化名咩？但都有就叫你隻化名咩？冇啊，噶啦冇叫阿 boy 啊！你等人嘅家庭都仔嚟去都是。你冇乜，你 OK 用你講啦，就是你啲大講係嘛，就特別嘛。人叫三個伯啊，唔係用戶啊。三個伯係咩物件？咱冇只九十二個就三個伯啊，三個伯係咩？我啊，我大 flat 咯，我店嘅 flat。會使款啊？三個伯。落嘅 number。OK， 三個伯啊，boy 啦。了三個伯 ，OK Lucy 阿龍，安怎去把到三個伯？一隻出名嘛，一幫我看到有電視機。對。
啲有人有 video 翕講，有一個人講，去伊邊位拍工，啊無就是有人去 interview 伊，後來我看到對真有興趣。我看到你 video 到你我看到這你 video 本，然後所當往請你起來咯，就是每你是做咩？來好你自己介紹三個幣。我可能我 number 講掉下三個幣。我差不多時間喺困啊。嚇！愛困啊！你睇到 relax 就別緊講。係啦，我做過咗係咯，係咯，啊賣觀察咯。哦。是料理私人工，啊，個私人換衫咪啦，嘛都免換啦，嘛都人換啦。哦，就做幕後主持人呀。誒，你特別你安怎知道這道誒？你出來人做這道？我爸是做這道誒。哦，แล้ว你爸是即係細漢個大漢是開觀察店？冇觀察店嘅，做對了師傅啊，對了師傅嘅。攏是攏唔知迄個頭條路出名，有一間嘛我看到。對，唔是啊，冇關係啊，冇關係啦，冇關係。佢邊咧有七間啊，7 出經嘅啊。哦。Island 那邊啊 ，Island 那邊有七間啊。哦。我是其中一間咯。了你就擺是，你所以下一間就是三個伯啊。因為我搬去咧 flat 樓下嘛，到啲嗰條路嘅。哦。誒，或者咱使去吹哦，咱去咧是特點嘅是，咱使去吹哦嗰條路邊。我真見嘅，就我呢。我去看。對，真見嘅。啊嘛，是特點多啲六條路邊嘅嘛。我大是攞啲，我是大攞啲那一間。我唔六條路，我係二條路。二條路嘅。二條路邊只見嘅，啲路嘅就是。我使去吹你啫。了，OK， 所以你是老頂到嘅時，阿未搬去時就到咧。頂到未搬去時是頭一間是大啲，馬路邊海位大啲咧14站那邊嘅。哦。後底嘅啲所在叫做14站嘅嚇，哇 Rapid Parking Bus 位。OK。了你要甲搬去，你搬邊落久啊？啲社會，哇！這10幾年嗰度。哦，你三個，你是你一間新嘅是三個伯啊？伊 block 嘅名嘛，所以咪就係有三個伯阿學過咗點樣咯。阿學是你爸嘅名？我爸嘅名，你見佢一堆人嘅嘛，所以古早啲數戶，接啲數戶，真是本來是係數戶嘅名嘛，你朋友就講冇，你特別換過啲名啦。所以數戶就擺到少啲啊，老掉。你爸當然做掉。做過咗只隻啊嘅啊，做到循這輪，做過咗只隻啊，佢做到這輪，伊佢係做落，你手會叮當嘅嘛。哦，你是講特別，你唔是這道吼，我看是唔是真減？你講幾邊頂馬路幾間？7間。7間啊！了人需要，就需要這物件上啊，教育啊，人事啊，這物件是丟有嘅。對，紅光嘅咯，紅光嘛屬於紅樹，有加白樹，就愛物件。不如為人使選擇買嗰啊。你成個較新派人買無對呢，方式我是講你。其實你講新派人無對，佢是無啊，嗰個意思，我是感覺講，因為為人愛生類啊。哦。免開咧這類嘛。無等咧，要燒這啦，要咩，咁樣咪夾類出來。你不如去觀察點個是一條龍服務戰士嘅。什麼意思？哇！你唔是頭毛車啊？如果你有講等人話你。我是塔摩車，我唔知數，我想講，你仔啊，古早嘅人啊，伊可以見塔摩車咁感覺，講真好。夠真多啊！因為希望講自己嘅囝啊，讓政府嘅配來，然後讀來聽嘛，見頭。變做咧 translator。對，到開始我以後讀時，我比較解釋啊，我自己知啊。你我有興趣嘅就係講你那是講你 start 嘅時，你嘅爸是你細漢到大漢，你爸已經是做這個個物件。了，一路來做嘅。你咪是整個關係咯，你成個你出來，你細漢到大漢都是。你成日你係時時過咗時時，你
對你是講是只 natural 才做咧，你細漢個大漢都是看掉你爸做啲成理嘅嘛。一路鬥下手其實個開始就鬥下手你爸鬥過咗。呢度啊，嗰4年級時1996年啊，1995年，還是去度就開始有鬥下手。其實咁做，你出來有兄弟啊？啊？我有兄弟啊，姊姊妹，我就兄弟了，兄弟有叫，我都做大漢咧，嗰個成氣鬥下手成啊。兩位兄弟就冇咁摩登啊嘛，還是？哦，你兄弟細咗幾歲？我兄弟啊，細我仔歲。哦，你清查咧，這係咩事？這是你嘅爸成，你是團學路啊啦。團啊，其實對人嘅我知唔知？看路沿路本係。因為剛好大你有嘢嘛，有時人對了做，我都做40年、50年又好，做袂出，都無賺到嗰啲精髓嚇，你講是做袂出嘅。哦，你是講做一本咧好咯，你邊度你這呢本你做了你講有無得到講做了會水會好嘅咧你講。愛得兩種嘅嘛，種是我就講啊，你 create 嘛，你創造嘅嘛，然後嗰種是你 follow 嘛，你對啊。哦，你對人。你看是對嘅，還是種還是創造都就是把這物件佢再進化做嚟變個進步個加啫。對啦，進步。แล้วรู้ตัวเสียนะ看的啦，รู้ตัวสิ有腦去經迄個較新嘅物件淡薄。香港佢係咁樣看幾十年啊，細人看大漢上物件，我神阮啊！咱咪家己神阮好，係你物件阮神啊，對。係你物件是講你私人會笑掉，哎呀，嗰個在笑。好啊，你厝啊好啊，你所謂硬講來啊。硬講是上上嘅幾哪咧？這咧，你這幾十年，咱個歪南波，所以這咧哦，哇，趣味。看咱個爽嘛，伊個活動啊。但面小家這份工有緣咯，你個會成個。佢會拖到新嘅一種物件入來，即啷一道嘅功夫。我嘛唔知，我感覺到頭到尾都是被逼嘅。係咪物件當逼到你？我唔知，頭到尾都是被拎出來，我已經逃避啊！我大漢，我畢業咗，我就咪繼做啊！我就唔算我就咪做。特別冇法。出來做過咗係過年嘛，呢個。嚇！你講嚇，你是寫未錄嘅啦，你是講你就成理事。係啦，都是大陸啊，每一個人出事啊，有伊原因嚟這所在已經有這原因嚟這所在啊，所以你做間轉好啊，你是早除掉還是晚除掉呢個原因？每人搞到死都唔知講原來嚟這世界是要做咩物件啊？你就出事了，你就知是過咗咧，你。我唔知，我是過咗啊！我唔知。你細漢嘅時是感覺就是講，哎呀，我爸叫我就去做，就去鬥下手，可能啦，唔是講就哇我愛。對，我未看一人去做咯，咁簡單啊。哦，做咩事未看？你看未過百上面事，要去鬥下手你爸。我一人做咧，即係下面嗰啲一人做。所以你有效，你是講哎呀去鬥下手你爸，就可能較實做可能。肯做咯，接嚟做。你記得頭一個工細漢嘅是做下面工課你爸，你冇講細漢4年級就頭叫你去搞隻大樹嘢咩？冇啦，未啦，冇啊！我念這物件咯，一年頭啊，咩物件？因為讓大樹嘢是 mass volume 咪真濟啦。所以伊個頭已經做便咧，我就要印出來，印模啊，貼模。係咪印模誒？要播啊！伊唔是入面唔是用茶咩？我哋是講印你成個抓 print 出來睇下。印呢邊咧，我刻便喺呢播。明成個人做白碟，你看伊印出來，才作出來，你看啊！對，我哋用抓打 paper 嘛，即係有個抓。然後打了幾個貼嘅，就是一邊嚟。原來應該講，就是講每隻頭往尾大控做起一隻往下這時間。我明白了，所以伊是成個一個波就對了，後來
抓打只去了，一打了，你都 Q 一鬼列出来呢。即係見他即係做馬身的款啊，掉啦，就這樣呢。哦，過嚟起食，過嚟。冇上 size，特別冇上 size，是你一個 size。我攞嚟曬啊。哦。一直咧大啊細啊，都細8尺嘅，好大啦，本來了12尺更加大了。哦。我驚死人啊！一坐落去，敢若用者啊，一粒平均食愈5-6點鐘啊。哦哇！誒，你嘅店有幾個人是成個女人可家己親手去搞嘅？你頭手啊？你咁咪是親手去搞？幾個人做啦？幾個人做啊？嚇！馬路到這個年代就濟人咯，馬路最近較濟，我請一個學工嘅，馬路最近袂歹個會做。少年。了，少年30歲。哇！無啦，無更加少年了啦，我爸拖地。我爸拖地下，伊30歲啊對，我爸拖地大1歲31歲，迄個細妹一個太監啊，高咗係太監。19歲對我係爸啦。哈哈。19歲對我係爸，做甲馬路咯，31歲咯。啊。แล้ว無個再少年過嘅人嘅。你唔發當你成年人怎接，攏特別拍廣告啊！即係談嘛，你話你少呢啊，冇可能人講買我買小厝誒，即係特別個做厝特別是唔是厝呢啦，個做物件。小做厝啊，我比人會買小啊，等是驚講直接政府啊，成個你嚇到爆到死啊！係咪咪做厝我擺好多燒。買都燒啊！可能到city內邊袂使，你suka到街落愛燒就燒啊嘛。哦，或者你做細間嘅，真係係到啲 oven 入面燒本嚟。即係我已經有做細間，已經有做細間嘅啦。八蚊樓下面本嚟燒係？愛方便人燒。就是一塊物件，即奇怪怪物件，真正濟。你感覺到你台灣味就對你細漢嘅時頭一個工課是個是咪較簡單嘅學工是袂安怎學起？念一個愛抹膏咯，所以膏紙 start 時你要先曉抹定啊。嚇，安怎抹咩意思？啊？你都要抹一拍伊膏底嚇？對。拍膏底那個紙個大起。你對學膏咧嗬，了你看伊而你會抹袂抹？因為我抹膏甲普通人抹，無像有人抹物件動。我 A 到 B 一粒嚟了。你袂使斷嘅。無斷嘅。所以我就看個人，伊下袂，畫都要改，畫面咧畫天生咧，你是牙一看都做了，所有都看，成款，牙用到你款嘅。你為人抹，一個抹到啲咧，把咁樣到咧，用抹到啲咧，抹，咧未有，我一條線，正手多少，正手幾多少，掉咧。嗰隻物件有幾味路，就是你嘅膏是家己煮嘅，還是？我膏家己煮嘅，家己煮嘅。目前無通買到啊，干那台灣有啊。係咪有通買啊？有即就通買啊？有啊，都無通買。台灣通買，我師傅是買。你師傅唔是你爸咩？我師傅是我爸，嗰個台灣師傅，我去台灣去拜師啊。你去台灣拜師袂怪，你會厲害，你去夾小新嘅阿解個了。咱去夾別人嘅元素，咱去夾別人物件，咱個在夾個咱地方性嘅物件，因為即個古早是地方性嘅嘛，你大前看到嘅，甲你大嗰邊看到是無相嘅物件，所以嗰邊好嘅物件，陽光唔捌看到咱前有蝦米物件會啱樣用嘅，所以咱就是會啱，咱咪也會摸出來咯。了解。也會摸出來用咯，了為了咱前買無對嘅，我咪去那邊買咯。那邊是咩咯？來去台灣。台灣買咯，台灣只特別只水。你條學工到啲台灣拜師，條拜落久？正要做嚟講嘅是3年4個月啊。哈！而家正3年個4個月，特別你有地了咧，你有地了。地啊，所以講我無3年4個月，我每年我去一轉2轉咯。你無夠1個月本啊？一個月是2禮拜，2禮拜3。intensive course。好啦，你做咩？我對做咩啊？
你安怎就去？你嘛是特別知去倒落去個攤學？你唔是講凊彩你叫咪 internet 出要去安怎學？個專 university 啊？就是安尼好了 internet 嘛，你就是有這網絡嘅物件夾啊嘛，所以來看到啊，咁啊去我真暑假你有 work 啊，我才。伊幾歲你師傅？伊甲8歲小家。哦。然後去3擺甲接受啊。你是伊無想講真你在 internet 成日伊講行去都 OK， 我收你 Instagram 位，咱無啦。然後我對呀，因為拄好我報到一個 course 啊，我報 sculpture 嘅 course 啊，做人嘅。然後嘛，上個時間我台灣，我上時間早起我就去呀，去個 class 了，報了 class 了嘛去嘅位，安咯。然後落來我就逐年去啊，所以你有頭一擺拄到伊都有上個門檻，伊有興趣接土地啦。啦，哎呦，好物件咱是頭講啊，即係你古早我唔識咧人嘅，我歹勢，我唔敢講咧這個。我捌我個 friend 去啊，吼，會袂使講個 friend 無啦，咱家咧大咧。我是講你，即唔是阿未做保嘅保，阿未做，阿未帶，阿未正式教營嘅保啊。對。特別你做咩事？你嘅保係做你較教講話嘅？你教夾嘅數？其實唔是教講話，是較表達，都愛表達嘅物件。你是成個未必想打波同時間，哎呀，咪講咧字，可能在無想到，哎呀，歹勢啦，講咧字，你當佢心想到愛講嘅講出來。性格，性格改變咯。對咯，你也無。就是咱去食福建麵，感覺好食，你就是頭家人講，你煮好食好食，太好了。無好食講。聽那個爽嘛，有講啊，哇，這好食啊，對，你好了解搞煮。伊聽講變乜，哇，我賣幾十年，都唔捌人講講好食。呢個方法做落去，對，就 motivation 我感覺人應該人之間應該對，好個仔女話，你想話了，佢起來甲我講話。真講寫就係講話你達成呢樣嘢，即係我感覺就係咱若是有看條 live 嘅人，若是咱唔叫佢問嚇，咱會使特啲，等我看 live 幾人，當然你暗唔知幾人，14人看條 live 個 clubhouse 是咱有問題呢，會使甲我講，特別我真係問題，問阿龍都問題，我問下你問下就阿龍。哎呀，手，免夾手嘅，佢吹到阿龍都唔叫佢問阿龍，我。因為咱做這個物件啦，我看新加坡有一個人，伊講一時開30萬，新加坡300,000，新加坡嚟去收嗰啲。對啊，你講真係冇半年，你朋友講，你特別我一開300,000啦，迄個300,000是開啲到落位置，迄個料啦，冇可能。加料，人工嘅料嘛是哦，嗰是人工嘅料。加料啊，農莊嘅物件就啲9隻嗰邊地少做3工，做3日呢？我諗即係本來農做啲工課咧，就去燒嘅咯樣。冇即係，冇啦，咁解你有當時你做嗰隻水料，你愛燒是你會唔甘嘅。伊個工就是那款嘛，一直做每是做來水是會互人水燒了水嘛。人煮食呢做了水就嚟食嘅落去。就是人食咧嘛，人摧殘咯，煮食我個落去。你都食項物件是你做咗隻水料，愛燒就係你會唔甘燒嘅。對，我應該有可能是人 build 這個 way 啦。應該咱 brought up，咱大漢啊，成長過程是這個物件，所以你感覺這是應該燒嘅物件，你袂感覺？你袂感覺拍無燒過都拍生，對。咱每次都係感覺種時間無夠啊，咱無通欣賞到這個作品啊，特別做好啊，做回新嘅物件，你唔捌看到物件，哇！你哋做，哇！你做好啊，哇！添幾啊，做好就要知啊，你緊就要知啊，你緊就知，咱無時間即係去看，日日看者啊，咱嘅研究者。其實我感覺你會做，你做咩事你會真正成功，我感覺啦嚇，我唔知睇唔睇咩特別。你會 attitude，because 如果請創新嘅物件來嗬，你是人成日我邊啲學嘅做咗20年，就是希望講人對邊啲學嘅有一個愛心。你
會帶到你嘅一道講嘅 industry 啦嚇，是如果會和一代人接落去，做一個興趣，如果會接收土地，佢會接落去，這種成績冇那款成績好，有的人是講，哎呀，這種工行好啊，什麼？因為這是一個 craft，這是你一個手工吼，然後你佢要有咧頭腦，佢要有心哦。你若無心咧，你被傳袂落，是講為咗是一份工的啦。你做袂久，我感覺到。為咗工做袂久，特別講到尾，老實講做這袂發達啦。是啊，特別你有 purpose 嘛，你有一個，對啊，你有人需要啊，需要物件，你咪就俾有人做可以，無把到人 internet print 出來，佢一條紙邊邊嘅可能，無是袂了。我想的是真簡單嘅啊，你有需要對，咱嘛做咯。然後有時我講，有時咱就無咧坐你忙去開啦。你感覺講燒了燒會掉嘅咩？對，這是燒你精神嘅寄託係嘛？哦，等陣你講話你嘅 idea，你家己相信講燒掉啦，但是講人買大間細間，伊有清差，燒掉物件有清差，你會？我燒不要揼路，等我燒了，或者。你特別是特別 actually 你是講是唔是？你感覺你可能就是你個少年家嘛？你感覺就想講，你是燒物件，是較濟是燒予活嘅人，歸燒予死嘅人，你可能想法咯。咱做是做予死嘅人。哦，因為你規條白樹啊，咱講白樹，規條白樹，即是你開條路啊，唔是死人開啊。因為是死啊，伊袂互你類嘛，所以伊會驚啦，伊咁樣伊摕你互啦。這白金是伊嘅類嘅啦。伊嘅類嘅，唔是咱驚你嘅類嘅，是這後人嘅類嘅啦。所以咱賣這物件，咱要真實嘅咋。你講我就盡量做第好嘅互你嘅。我就來抱着這概念，就是講，你互我500，我互你1000嘅貨。你明唔明？所以你開500，你話是 bright 啦，就叫做 bright 啊。我得1000塊嘅物件啦，所以我盡量做第好嘅互你就對啦。有時人就講，對方成無類，伊可能講愛你，我講無茫買開這物件。因為要緊嘅開。要緊開，你話你目前要用到大家咯，對。咱開落去無夠啊，你佫要去燒個人後鬥會去，後鬥講有類是咱來做，無類咱就莫做，莫調啲去學地下來做。有加類啊，咱個燒話，咱要加燒車啦，加燒摩托啊。了，咱就建議講有加類，咱個做咯；無加類，咱莫做咯。無了類嘅嘛，對。了你過來嫌棄講做了得無得啦，對方收掉收無掉啊，無聽到講哇，我一頂摩托甲正摩托上價錢啊，有啦，嘛是響講，我摩托嗰度貴，我摩托只1,800塊。哇，安怎摩托？係咪是有 JCC 啊 ？EX5，Honda EX5，哇！當天無一粒。我同你講。我跟你講，我本身是烘教嘅，所以我就冇經驗講燒厝啊，只物件學死人。特別我頂住我八鬼先時過年，我八鬼先時，我嘛是有去迄個馬杜間東嘅燒咯。然後我就行教嗰時，下邊就真濟人，一樣對燒嘅厝啊，就伊大厝，伊唔是大厝，伊係咧大間嘅，迄個厝啲燒。伊頭前我講，我行過時我講。哎呦，冇多辦呢！哇，唔知係爆炸哦！啲時候，原來是冇多門是拽。我冇想到，我啲時候，哎呦，先冇多辦呢頭前，唔知伊係整嘅爆炸，原來是拽，冇特別只水嘅做啊！誒，你有 website 係咩？大家自己做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我未看你工課，你有睇 website 到度睇看。358 Facebook 嗰度隨358。我當去睇。雅福胡子店358，死佢就拍燈籠字，免你啦，第358嚟啊，358除358嚇我，冇喎，雅福，Jalan McAllister 是哦，冇是Jalan Level McLem 係Jalan Kecil，我唔知挑。哦，或者啦 McLem Block 358。啊，對啦。358，你叫我拎伊個 website 358。雅福，那是講雅咯，亞洲嘅雅就。
呀，做佢哋會冇，我唔捌鄧人字啊，講係麻煩啊。唔知啦，我只了解裏面叫我讀總領，特別我係鄧人字是啥先嘅呀，我除掉。至少讓有看。你哋會最晒個被 custom。 Oh my god！ 別怪 ！Oh my god！ 你嘅我報嘅咱只成我只 hockey 啊，請到你嚟，即報嘅即是。我感覺是冇咁簡單啊！你應該是。呢句真古喎！你看啊，你看到伊個功夫哦。你所你看伊個網。我除掉即好嘛，別個你講做你 sculpture 嘅 glass 就是 because。人講嘅，安尼做嘅啫，伊教過人見啊，食材料啊。哦。做資料哦，伊也成錢，伊屬於一燒嘢。Oh my god！ 你看會使，即我看只大線喎，即阿個特別只濟類哦。你摩托擺就千幾塊啊！你個落去過，伊個一個真係 detail 嘅，一個經。即係個嘅菜啊！我是專門做 sculpture， 我做 sculpture 真濟啊！哇！這是今年嗰北海豆腐薑啊，北海經豆腐薑，哎嘛豆腐薑伊個啱喺啲天光會，用食材用嘅講嘅用嘅。哦，等我琴日先就喺講，哇！你 Oh my god！ 我特別去啊，龍啦特別去，咱邊啲學件事我別去看啊！哎呦，功夫！即個人嘅管我啫，我徛邊啊翕。有時我唔是要徛邊啊，家白翕，我先過我要互你看講伊比例啊起到偌濟。對，你知即管過隻人頭個。我管咗我好管差不多6尺嘅。哦，哇！即係 that means 你 Oh my god！ 報價摩托擺有可能是伊嘅，你冇講咪成正嘅。摩托擺嚟講嘅嗬，全邊咧是我一組做嘅。應該是你嘅啦，有可能。所以你看到摩托啊、車啊，大多數是我。是成個正嘅，你看咧，我講我看到。冇啦，冇夠正，我8%嘅個小啊，冇咁正，99.9%啊，1%我係啊。嗱，即係你哋做功夫啊，你哋做咩？即係普通講嘅大水啊，大聲。佢做細先。你這是 glass 啊？等陣有一人問。個 workshop 啊，你好，唔係普及 workshop。咁笑啥都未，葡萄嘅嚇。你嗰啲係咪？自信讀中嘅老學生嘛。哦，你要去接看功夫 ，actually 你用你這種，香港有人做人artist 啊，個做 sculpting 啊，做 sculpture，你看啲 artist 啊，你會接這代，我感覺到。我嘛是做掉是做愛咯。你可以用喎。我嗰陣咪拖河邊咧，咱這邊咧一個真出名 sculpture artist 咪羅志斌嘅，咪拖去為做隻 solo exhibition 咯，搞係冇。哦，用做愛。用咗做 exhibition，特別唔是做這白行啦，係唔是以前做故事性壓嚟啦，壓我嘅。哦，你真厲害啫！人哋講嘅，攏冇做咯，咁發生啦，Halloween 冇呢老做，伊 Halloween 嘅功夫嘅。你看伊嘅功夫，你看到水一個，你看伊嘅手工咯，Oh my god！真人樣啦！哇！你甲你師傅拜師是看到伊看會起蝦米物件？你感覺到你到你師傅學對哪樣功夫啥物？假啦，應該了解，但係你看咧，種嘅 style 嘅物件，咱真馬來無安尼款嘅風格嘅物件。伊較簡單嘅，是唔是較 simplify 嘅物件個了？ simplify 對。伊無成個 pose 啊，你成淡薄你講嗰個古嘅啊。伊無 expression 嘅咋，伊無 live，伊成長長嘅定嘅呢。哇！不得。你看咧，古嘅是做嘅，我嗰種嗰是做嘅果學晒大白啊咩啊，嗰啲紅光嘅，你吹到那邊成個正嘅人啊。你紅光嘅物件，即係台灣是全世界第好咧嘛？冇一定啦。冇一定啊！你學學嘛就會做。你南面上面，你南面係茶。樣是地落固地留咗，你樣做地借咯。即係你南面是，你特別坑嘅嘛介紹對哦。你雜你嘛坑嘅嘛就嚟。
拔起來佢一滴啦，你後尾這邊是滴嚟啦。睇物件生出來。哇！你嗰條 construct 伊嘅 form 用你滴嚟 construct 嘅 form，一個嚟做一個搞起去。做一個起嗰位吞嗰時，伊頭是拔一個形大概，然後規個物件是棘出來，用布做吞出來，伊個輪廓啊，目睭嘅位來鼻孔，伊個 expression 變咗啊。嗰一兩位妹女哈，妹女 ，do you need to draw plans or elevations before building？ 我係 plan 啊，若是講 plan 是綁比例，有時我看大概講偌大隻啊。了我無圖啊，我是畫 stickman 啊，可能。OK，你咪講只 ，because 你家己起數，แล้ว你若是講你咪 design 咪學別人起咧，你咪是特別畫較清楚得冇？特別我無 so far 我無 design 別人起，因為我一人做嘅人啊，咱一手去做個了，伊這製作誒，個了人，個了 artist 製作，因為我物件會流水線嘅啦，迄種流水線啊，流水線係咩？流水線上啊，即個部門做咯 ，SOP 條我物件咧，可能我物件上啊，將 sculpture 賣，你感覺講，因無夠你 standard 啊，你唔夠響動誒，伊拉你搖。特別你感覺就講有一日你會收到一個土地是。你成日喺你做護理啊，你 design 喺你做護理做你玻璃 sculpture 做護理，因為是前面去啊嘛，特別伊當今伊個誒 design 物件啊，靠伊個工，伊個唔是工人啦，伊土地甲伊做。土地啊，啊，你這物件你教人，特別精髓啊，嗬，是每一人無相嘅精髓，伊個秘術啊，我教你嘅 technique 是相嘅100%。特別做袂出，無特對講做會出。伊味道哈，伊比數無相嘅，每一人嘅感覺無相嘅。像我爸做嘅，伊較斯文嘅，伊學嘅物件，咱去看一下斯文。OK。因為這藝術嘅物件，咱這阿我咱是帶出咧，咱內心嘅物件啦，咱心理嘅問題嘅啦。所以你愛你這阿我 reflect 到你項物件，你看，介黑暗啊，介真 dark 啊，這物件感覺我介暗啊。是啊，物件，伊每一個故事無相嘅。袂使講你物件乜啊？我想問伊講吼，迄個人死時吼，你有問講迄個人是蝦米人啊？蝦米種嘅人啊？蝦米色人是？對啊，即我咪。福建人啊，廣東人啊，無相處，無相嘅。custom made。蝦米數就唔會啊。廣東人。ritual 無相嘛，儀式啊。ritual 無相，所以伊行禮無相，你講。伊禮無相，廣東人嘅禮無相咯，伊用嘅西講用嘅料是蝦米物件？了福建西講用嘅料嗰是蝦米物件？了潮州西講用嘅潮州西講用嘅，伊愛用嘅料是蝦米物件？咱就袂知咯。像福建人係講。用死啊！用嘅西講有用到嘅是迄個紅燈咯，用做工特別用嘅紅燈啊，木一根橋夫動環是免講嘅，但你用嗰啲動環係咩？動環是用引魂嘅，所以你這魂死啊！伊西講你要壓一支物件，可能撚一隻物件。就一隻門可能嚇。就你做戲嘛看到。你調一班嘅。I mean 伊一支啊，頭前有隻毛筆，獨機一支，你唔好寫毛筆呢？我唔是毛筆嗰啲啦。伊隻白杯，你可能來伊杯。無，迄個是生活無啥物。你生活無啥啊？你術咩咧？我唔是術咩，是要一隻，我是講伊頭前伊是一支啊，伊頭前只等嘅毛。伊是單身嘅德國嚇。伊是德國嘅德國。是德國。你伊毛是啥物？伊毛頭前。隨時因為。我加出來悄悄嘅物件。這是你西講，你就俾係你邊是抓啊？西講用嘅嚇，抓啊！特地西講用，你卡嘅本喺內面嚟嘛？哇！伊啲本喺內面咯嚇，咱只廣府人嘅，伊無鬼叫嘅，應該神主牌，你人無鬼叫，神主牌鬼叫嘅，所以叫做叫個就叫，伊一隻寫咩？伊 postman 嘅咩？我甲因講，今日我昨天去做這個功德啊，做這個法事啊，迄物件。所以你咪再講樣無相嘅料，用蝦米無相物件，所以只艱苦一間。
袂啦，你做落去啊，你就自然 automatically 你家己会晓诶。啦，你講主人啦，你咪就係哦，新手啊，小去啊。袂晓诶啦，你新手根本你就無輪到你去想這物件。哦，你有頭甲你你睇個senior人學啊啦。對面個人你做久啊，1、2個月啊，3個月以上你就歹啊。實已經講人你就知哦，要做咩啊？係功夫嘅啊，功夫未用嘅面。袂使講你講咩物件，會唔會知啊？嗰一個是你知啦，伊做迄個死嘅是白樹一個物件嘛，伊用做白樹嘅吼，有通去做。你知嗰一個是黃嘅，是母獅嘅頭，用有去做無？還是袂使？哦，獅頭我無做，特別會曉做嘅。你是講咩獅頭上面不能獅啊？不能獅頭要食工個做啊嘛，食工啊嘛。對。你會使做，你會曉做啦。會曉做嚇，你食笨蛋。做咩做笨蛋？because yang特別特別下面無伊個獅無。了你掉家己嘅獅家人嘅。獅家人。有笨蛋嘅，有笨蛋嘅一個。但我做大水啊，講你嘅笨蛋，我哋袂使亂講話嘅。你哋做掉嘅時，你是講成日做地瓜嘅時，袂使講臭話你可能意思哦，了你袂使亂講伊嘅嘢，因為當你相信，我相信是當我要做這物件，我要做大水啊，是已經來啊，伊們都是干那存嘅定啊，未做到伊個啦，特別已經伊 spirit 多變。你會講 about 這 spirit 物件是，你其實個成個特別。你其實個 start 嘢，你 spirit 是你特別起個 certain step 咧，還是你燒嘅 material 是 already 特別有 channel 咧。燒嘅 material，你啲想講我今日要做 concept key 都有啊。呢度啲咧嚇。都係咩人講嗰時啊？所以你特別有 respect，本來你要做是特別。有啊，雖然我是無神論者誒，我無相信嘅，特別冇辦法做這啊，咱特別尊重這物件。所以你特別做夠著互人，所以你家己本身是無想講。相信無相信小物件，特別你是你用你嘅功夫來鬥下手，和你相信嘅人來用你做出來 product。你啊，這是啊。就是咁樣。哇，這 interesting 哦。你那是 interesting 啦。你講這 interesting， then 你會記講你做你家己當你爸先有做啦，當然，所以你頭家是你爸個。頭家是我爸。你爸到你爸學掉來功夫上面，安尼幾年？學掉啊就做人。這唔是按照去搞抓，這學掉按照去甲 customer 還是 supplier 上面溝通嘅功夫啊？學掉安怎大這世界做人。安怎呢？學掉咩？係老師咯。唔係講噴話。我爸是一路來行噴嘅，冇噴人嘅。冇聖地嗰啲嚇。未怪呢種學你們做啊，就好似啊，就慈祥嘅嘢學你嗰啲做啊慈祥嘅，你我學你盡量學。安嘅嚇。所以你爸。對，特別功夫咧，這行業，這道工做個抓嘅，對到你爸嘅功夫是掉咩？掉，我都唔知，咁就上濟啊。影響到你幾大？基本功一教啊，影響就基本嘅基本功咯。基本是算咗蝦米算咗基本？哇！你這個先咯。你嚟烘焙人都唔捌烘焙我呢？嘿，我覺得我諗這烘焙20年啊，我阿面夾俾屙出來嘅了，你講。我唔捌探討過呢個問題。我都當然好咯，那個是笑咯。我是講你到底你爸為。笑嘅係我嗰啲笑。唔要叫王正個王個第個，你發佢才到對，佢只個才到對嚟個。哇！你又唔知喎？我學到面啫。等下我換個邊啊嚟嚟。我唔知有物件好料。特別 OK，我講白話你先。
我不知就是你讲你甲你明唔是講甲你包嘅 OK 啦，你要做咧，成一個人講哦，我有興趣，我要去甲你學工。你第一要緊第一 basic 嘅物件會是蝦米？你特別你安怎個會接一個工學生？我冇等陣，哈，我真係講咩物件，我哋條哈。attitude 咯，性格。哦，即係看你愛賣，看你有心無心。其實有心無心兩行咯。手工嘅，我真係有熱心要做這物件，真係好無用。即係人愛人品愛好㗎，人品。quality 咧，人嘅質。有啲人品真係重要，你若是賣啊。起來啊，咁咧都啲嘅係度人嘅。安怎個是 consider 特別有安怎個會 consider 好？係咯，買英文都做物件。係光明正大買做，有啲買做。買做啊 ，OK。買做。老實。老實會人七老八平嘅嘛。做咩事？那是你平咧，人真係影響到你嘅生理，你嘅即工。伊講伊無手工嘅，伊講伊有手工，伊是做船啊，係點？有人騙了個濟出去外口講人是做船嘅生意啊！但係最近嘛真興哦，我袂使講啦，別個招嘅，唔是人是招嘅啊！最近啊，我做咧，大水啊做個400大山轉馬地大山咧，咁咧做水，我人嘅介記你啊！做咩？做咩會聽到？可以係啷個 online 嘅去吹別個招嘅客頭啊！哈。伊大水啊，只大山嘅50triệu啊！哇，叫死人成個 Lego 啊，見啦 Duplo 就 Lego 半大人見啦，即 Duplo 嘅嘛，一地啊！伊出報紙甲世界人講啊，我人有百幾年嘅歷史啊，百幾年祖傳落來，咁樣規間店人驚迄百幾年。啊！伊搞死垃圾啊！你係啊，做水幫你好做嘅人啊！哦，係啦，我哋拍派來面啊，相似。唔是講我係 bright 嘅啦，唔是講我係ego 管，應該我夠做，唔是啊啦，即係唔是啊，迄物件啦。你從中學習，應該我夠甲嘛，你我嗰時啲學落嘅嘛，學袂了嘅啦，世界物件咧濟做，咱嘛甲講咱是世界第一個山嗰個山落去嘛，一天個比天懸落去。安尼咧。哎呦，袂曉講就對啦。就是講要有咧是要為了名聲兼工，了要做講哇，這是 marketing 啊，講我一地大先特別做，一地無水無功夫，可能要是靠管大了出名，可能是食名聲，可能大無啲雕，大做咩物件？了對方開賣一類樣出名辦嘢嘛，揸假錢啊，愛生意啊。即係無老實啦。我看到了係個。結大看到會好心就係記你哦。計 I mean I don't know 哦 ，I mean like 我家己看到係大樹也是即係多少卡大樹也嘛。即係 completely 冇像。應該是咧大樹也係coconut我夠有 Nike coconut 啊嘛。我 share 啲 link 到出嚟，讓去看。我是買放起來啦，人嘅樹是咱買去看，特別我被栽啫嚇。八卦誒，這就是一個洞啊。等陣我看這個人嘅 life 嘅人會รู้即係รู้ idea。It's like key Cybertruck for burning. Tesla. Bill. 嚇我Bill. 你見到我哦？你應該只應嘅，時時格格啊你。你咪講。係啦。咪講拖實應啊，咪講拖實應嘅，無你最近啊有咧 internet 啊，有啲物件。我係做 Sting model，我係 model 我係 EX5，我話咧 OK， 每日錄小影哦，แล้ว我先隻 EX5 嚟看，我都唔捌看到 EX5。你是要看你嘅功夫，會成日 get 到落看你夠做冇夠做，是唔是？我唔知啊，應該是啊，反正把錄嘅物件，咁樣問你，反正把錄嘅人㗎啦，有小影哦，是啊，小影唔是啊，小影，我嘅物件做過嘛，無特整嘅 model，世界呢這種嘅車呢，這種 model 咱無做到㗎啦嘛，所以。到後邊都學啊，你喺邊 model 先我，我咪對住你 model 嚟做啦。Cybertruck 應做難一啲呢，好似換緊啦，格嘅呢。有啲咩做演嗰啲坎坷啊，啲笑事。係啊，Cybertruck
你會使做一隻出廣告，使 including Cybertruck 當game Cybertruck 就我只還是跟你 Plaza 擺時我去看，我一比嘅咯，你未知喎。Okay, 這 David Chang 問 about the man and woman 抓來答波就話 servants standing at the funeral at the are they alive after anointing? I understand during the making of paper figures they are lifeless. OK， 樣你咪知咯，樣細講不過講句啊，即是甲分享啊，就是樣點眼咧，佢後嘛有神咯，喺度有物件，所以你物件是蝦米買？就是咱路邊嘅物件。好兄弟，好兄弟，行去成個坐船咧，搭起伊係你物件。你該請隻那邊咯，還有隻歸屬咯。所以伊無差別是蝦米物件，伊就是到啲個路邊嘅咧，坐好兄弟，你就大概點眼係是 anyone 會使跳起去。應該是嚇，該請落去咯，愛啦，為啦，會使經買嘛。你使買點眼會使啊？冇啦，我講下你物件就袂起買起啦，你是講？袂起就買啊。แล้ว我有開眼，我無開眼，你係兩裝飾啊。你特別用嘅，所以每等人我看你問啥物，所以問 Are they alive after anointing？ 看伊袂有起啦，看你好似特別起就起到 alive 咯，係多數有嘅，有物件啊。因為我嗱，啱嘛，我拄着書，樣未記燒的。一名燒厝是啱名燒，減燒一隻伊你出來啦。你答波查某叫做咩？亂叫係咪？羅仔間咯。羅仔間，羅仔嘅查某間。查某間咯嚇，羅仔間。羅仔間。羅仔間嘅啫，未記燒啊，未記燒，幾時出山時話覺得哎呦無燒去嘛，但係去攞你在去嘛都間東燒，鬼後人看到啦，到底攞你買去，你咪行來行去。哎呀，一看到隻大波，伊頭攞你，肯定咪箍掉一頭吹。對，冇間咧，一解俾佢擺，鬼後就冇嘢，鬼哪裡看到？你講有冇啊？咁咪在你物件，對咯。唔知，一隻人都唔知，都冇教教你點先，咱都唔知。是咯。嗰一個，只看 David 講個 interested，嗰隻咪咯，你 consider 用 AI 做你 art，like input audio and mechanical movement in your figures。咁譬如用 AI 嘛，伊腦就佢表做，伊就佢叫做啊。我 AI 是好了嘛，特別我不要用電腦嘛。好似一口功夫，用手。用手真厲害，我真係攰啊！用手就真厲害啊！你知哦？嗰是唔是用谷歌嘅？哇！佢啲第五台是你 IFM 紅會是用谷歌嘅嘛？有時候電話都用谷歌咪用。OK。你 Zoom 是頭一擺 ？Zoom 頭一擺啊！哇，會使啊，會使真好啊！好過就有你冇啦。會就冇見搞，唔是我搞啊！你就見教浪啊！就講人特別比電腦嘅好了啦，無人嘅做電腦嘅對。特別話你電腦แล้ว所以咪用 3D printer 嚟做一部3D printer 做，我有想過啊，未用到咯，嗰啲 event 嗰啲睇你掉我定都會用到。會使啊，嗬？我免傾到半死啊！特別啊，若是講手工做嘅啊，我尤其我學西人講啊，是獨一無二嘅。你講你搞買是干那你有嘅，我袂丟不得啊。แล้ว伊表情面啊，每世人講咱做事有靈感來。有時候你看到面啊，有時候你感覺到啊，咱感覺所以你做出來無像嘅。แล้ว你若是講用模來講啊，吼。呢度試版嘅每種達身是像嘅物件，所以成個變咗 mass produce 嘅，可能變咗無對咯，特別特別啊。嗰陣就是 mass produce 嚟講，你會賺個錢嚟嘛，你特別係講特別就是 piece by piece 啊。你公司做大嘛？你會使做內裝嘅嘛？有你成啊，人有你是成啊人你使講你其實咪出名票什麼啊 ？Guess 啊 ，OK， 人講 Guess 啊 ，Calvin Klein 什麼？我冇名曉出名票，我係票嗰啲唔是辦嘅出名啊。有這是 outlet 嘅會嘛？
這是正會，你會使糯梅咩會使行，你這是較普通、較 generic 嘅，是互大部分人愛較盤機會使行去買這，所以你 3D print 係咪物件啦做甲 standardize，特別你愛成個較有功夫嘅，一個除你是親手做嘅咧，就係omakase。我假期即個omakase假期真公道嘅。因為我概念是人人要買會起啊，你懂唔嘛？其實人人買起是 outlet 嘅啦，แล้ว你即個你 omakase 是 omakase 價錢啦。了緊嘅啦 ，premium 嘅嗰是會使嘛，樣無類人啊，是較無咧開起人買到這物件是樣較感覺講樣 status 是價咧好嘅人上來好。哦，條本好條，我感覺好，你人好即係你人好。你 principle 就是伊毋是講你愛，毋是講你有類人爾，你會燒嘅廚師較quality較好誒，你要甲咱人像。一視同仁嘅，你看遮正誒，人做人應該嘅反正。你心好。啊啦，咱堆誒做面，堆啊到尾炸袂起嘅物件。是目前咱袂。嗰就互人燒去，炸袂起就燒咯。人燒去。講到你厝啊，買到偌濟間啊，哇，財產濟啊，死啦！你驚你搶你家咯。對，太神。有女友跟頭頭聽好。OK， 等陣我未看啊，伊講你即可能是用摩托，伊講係做電動嘅，伊成個就伊 mechanical 嘅物件，成個伊頭會冰啊，那款嘅物件。啊，頭會冰哦，都賣來賣哦。哈，會使啊 ，David Chan。咱會行，看你行路行嘛會。咁了John 啊，我找到應該是你看是唔是你摩托會 from 伊迄個 from 即個就嘅 page，伊有翕到。你叫到都好啊。我 share the image 到啲即個 chat 嚟嘅。哦 ，OK，我看到，我開來看。冇，可能是另外個即個。即係咩？等，哦，你唔是？咦？先咧 keep 是即係 Smurf， 哦，你是點樣講嘅打嗬？對，我哋嘅打。你是把 Smurf 啦？你太少嘢，變成爸爸 Smurf。你講緊那啲藍精靈嘅 Smurf 嗰邊啊？對咯，我笑到我藍，嗰時藍色嘅。得，哦 ，OK。哇，你形容詞好了。笑是唔是？是 Smurf 咧，我看一邊。伊嘛是人啊，伊是人嘅形好，是嘛做緊成個一個人嘅嗰樣。哎呦，我嗱我了解你講做咩事，你咁咩事咋？我感覺我學者將個人害掉，什麼原因咋？應該啊，我成講我唔是後來我要解釋清楚，所以我係了解，當時圈外人啊，對。對。我成解釋，咁咩事我解釋，應該我人有師傅嘅啦。我這就祖傳嘅，我爸有師傅，我爸師傅個師傅，伊個師傅對面個師傅嘅，你明唔明？所以是對了，慢慢來進化，來改進，慢慢變，直變，進步啊，直進步啊。แล้ว伊人所以是無師傅，樣是做生意人嘅啦，你明唔明？所以伊看你圖，我看小英哦，還是伊去看正物件，然後對於我就亂做啊，丟搞，真係搞。特別問題是，你害到。買人新買人，你講話排起來新嘅，未曉。我物件應該你辦機未曉嘅，你就感覺你做嘅物件，嗰是對嘅，是傳統嘅物件嚟啦。然後到伊自己，伊無甲你買啦，伊找到我人啊，是找到別組有只正傳統巴蘇來嘅人啊。伊本買嘅一種嘅copy嘅。嗱，然後我就是做到啲我傳統物件，我賣做到你安尼奇怪物件，對。然後買人就講話，唔是安尼啦。嗰陣是做嘅嘛，嗰是對嘅，你特別對嘅 design 對面，其實伊人是唔對嘅。錯嘅 education 你知道，咱唔是講要活掉你 system 嘅內邊，特別至少，咱要對咱這物件老實啦。你未曉，你開喙，你問人家。盲先，哎呦，你講做水餃就是沒有，今天這組入邊那個反正。哦，這是你嘅哦，你講這是伊嘅。對啊，冇到北京嗰邊。到啲 website 看到啊，哇！這是唔是你看到摩托啊，John？我看到一級新嘅摩托個，冇事啊，真嘅。較新款，特別是I mean，伊是安怎成話摩托安尼上正啫，你行到啲邊啊？我是頭一個時候就是講，哎呦，爆炸，伊 gas tank。
伊個小厝頭前。你影者，或者你想食木多呢？哈，我北京嗰邊咯。你安尼做嗰一頂嘅摩托，安尼就俾落股。講真話，講假話。真話聲一個講假。話慢慢做邏輯咯。哇，邏輯本啊！邏輯我今日就只快咯，我看到成個邏輯，你可能講，阿咪我未曉人啊。冇啦，慢慢做啦。咱就是講我哋要做一節咯。我每個question就是參埋伊個碟啊，蝦米物件做到 design 是幾工？對啊，甲你講嘢啊。邏輯慢，急到節。無足8點鐘啊，因為我出去食飯啊嘛，呢個陪我。哇！如果有聽到佢講話，喂，你咪過分啊！你過分你爬山嘅人。OK 啊，了這個。話嚟講，我哋只會做2禮拜。我諗看起來是拍啲5節。免啦，免搞5節啦。特別你看，你那些會較 detail 呢，淡薄度，不像 model 嚇，未必你就較重點喺嗰啲 research 嘅。如果唔是你 standard 嘅啦。免 research 係嘛，已經大電腦嘅。但是唔係講做 template 嚟啦，因為 ES5 template 咧。這頂是係咪 model？這頂是 ES5 啊 ？ES5 嚇，即係普通嘅 ES5。那就是講你要做呢個奇怪啊嘛哈啦咪哈種嘢啊。哎呦 ，sorry， 除咗 Smurf，sorry， 我停掉。講咗 Smurf。你講咗 Smurf 我掉啲。麻煩到諗咩聊咁冇時間攞俾佢去經嘅。之類，嚟別人個興趣買買蝦米物件，可能有機會買啫。我就做物件。我就做我不知有影我會去找你。我唔知阿龍有甲你講啦。阿龍就是即個技巧講得你啊。韓國嘅一間。馬路有多正哦。嗱，伊度走去後尾嘅佢哋。哦，yeah，哦。等陣就一間。一間嗱，走去你看到伊較重要 ，DCL 嘅嚇，伊甲你伊講大陸嘛是哦，是伊到韓國嘛，我是到美國嘅，所以我到美國，所以我對迄時我要去你店，要去358到。唔是教官 ，sorry， 我去看啫。即你類似教官，你實特先小清楚你班，但是你無知，小學都紅教無小處嘅嘛，你多頭一個小處嘅，伊人紅教，伊今日要教你8歲處。我迄爸佢就去無影嘅，佢去做啲房東。大家也做你要多你處呢？我要去看啊！你來叫伊說服。做學雕學女吉他，做學雕學到見啊！我講到啊！你店嘅物件，你有啥個做變了賣物件，還是特別是特別我愛下物件？冇做變嘅，加了特別點，愛點。哦，你人安怎成日講人貴先了，話你買幾日都唔需要用啊！你都咪你趕工做。對，成個註冊安。哦，哇！就坎坷冇一大工，你一隻urgent，唔會點聲，你成日都冇想講，哎呀，等陣我當今時啊，3日就會出山。有，將個同樣嘅嘛，做平平咯，特別我店寫經嘛，所以我燒volume未濟咯。同樣係咩呢？你今年呢？唔是今年呢？係咪大伯緊？緊個出來一 set 咧。哦，所以你買一件厝，都對嘅間上路一對嘅金銀山啊。哦，package，伊是 package 嘅嚟，所以人咁講嘅嘛，金派出嚟減少就係貴啦。有啲金銀山咯，金銀山裡面意思是你金磚誒。你做隻山型嘢咯，哦。呀，路金刷黑未了，即個意思嚟。哦，
我唔知咧。你如果我 OK，so 你一 set， 你那些人來，你有想講，這是5,000，這個3,000，這伊安怎 package 又無相嘅，安怎了有 difference 是清差啥物？有清差伊厝大間細間。哦。standard 馬路人 standard 4嘅，個就用到6尺，講9尺咯，6尺寬，伊歪。寬6啊。寬6尺。寬6尺寬10幾尺，10尺。幾層樓usually 層？古早嘅厝1層樓啊。哦。1層樓2間房啊，แล้ว落來8尺，8尺10尺，10尺12尺，啲來啲大間。哦，แล้ว standard 是阿家到這裡夾落邊一 package 嚟。啥？俾6尺嘅。6尺。普通做厝6尺嘅2,800啊，一 set 咯。伊是一 set， 伊是厝參間。厝間咯啊，แล้วก็算一對咯，แล้ว人囝代替新一 set 咯，迄種你咪請咩嘛係請咧混入去咧人去做咯。為什麼是細隻呢？啦係，係啲位厝嘅 size， 成隻多 size 呢？啊對。哦，係你係咩意思啊？你請一個是？代表伊本身攏成日要燒哦，打波嘛，係打波。哦，即係佢死去了嘅人，都做伊嘅咧。了你對伊面做嘅還是咩呢？冇啦，嗰啲 standard 啦。哦 standard。係你咪成日做變咯，細先。啊，係你把都冇做啦，你俾。哦，嗰攤咩啊？伊成日。啊，佢得是做嘅。哦，because 你簡單嘅物件攏都即係白起來做 standard。所以古早物件話特別家己親手做嘅，你話如果中國真好料啊啦，哈，中國真好料啊，咱看中國哇，淘寶原來成日計，我嗰時不要用，嗰時叫我寶貝嗰啲，我看這個物件好吹。你不要用淘寶，不要訂，不要看字。不要訂啊，不要訂，所以我無論係買物件，了買到咯，買到就好用，真正好用，唔是好用，省外間嘅啫。特別養小是未做夠佢啲功夫較濟物件啦，特別你看普通較細物件嘢啦。伊有物件人會接受嘅物件，有物件未接受。像咱們都看到你厝囝，內面有咧人囝，可能嗰是中國起來啊。哦。我無家己做咧，我你想買八啦，你買八啦。啊，對啊，但是我家己做嘅，就比這較好看，就比了咱嘅時間嘛。對。啊，咱時間了。你袂講，你會使休7日咯，做袂好數嘅做。啊，就講休7日，袂啦，我阿轉，無可能。啊，我唔係做這工嘅原因，我唔係做這工嘅原因嘛，古早就是因為我無趁閒，我無public holiday 啊，無擺禮拜無 weekend 嘅，可能嘛。你我爸就講，我都叫人擺禮拜忙死嘅，講係啦，對。好笑啊！然後所以在講我工課位做伊嘅另外一半是無趁去食飯，無趁下面啊。等我 retire 先，咯，就俾當 good luck 吹後帶，咁你接手。吹後帶接手免接咩啦 ？good luck 吹。你有見到愛可以做這個？伊人愛做就做咯，自然家己 continue 落去咯。因人賣嚟講，咱就袂別本嘅嘛。你要看興趣嘅啦，我唔รู้啊。就你加一講有緣無緣本咧，我看。我係揼到對路揼啱袂話，我都係包嘅學到物件。我可能學到基本功嘅，因為我對這項工我無興趣嘅事。哦。啊，物件刺激我到對就是我看到我舒服嘅物件。哦。แล้วว่าเจนnow 啊，我這畫面就是講我要做這物件，要做這個，特別我要做 start，然後 randomly Facebook 就跳起來，我係人。哦，แล้ว我個用伊個風格對了伊物件做。蝦米物件咧？蝦米物件 attract 你咧？伊就 certain something 無像嘅嘛。像台灣做嘅人講，咧真係無像嘅。伊是唔是？伊感覺到成個有 life 呢？伊有成個。就你看就知是好看。愛伊 pose 啦，伊面 expression 係咪嘅是愛？看一成個有款嘅呢。對，尤其是人嘅 pose 啊，因為古早係人頭嘅咧，人嘅面嗰啲是白白嘅。啊。嗰啲是做笨笨嚟嘅，你會曉做面嘅人，真少；會曉劇嘅人真少，少數目啊。哦。很多。所以伊成個你買是買 pattern 呢，然後打起伊個線，咧伊線就是做啊 pose 加茶，伊度看起來就茶。馬來西亞人看到台灣嘅大樹呀。哇！啊，這都唔是 Smurfit，這無 Smurfit。
，colourful 嘅咯。伊post 冇咩相，伊唔想講查滴滴咧，伊成日有 post 噃。然後伊人嘅手工個了是 colourful 嘅，了真正可愛咯。食水咯，哈。伊人較安怎講？條本看伊徛嗬，伊本冇咩想講伊冇咩想講一個 style 呢，又變來變去，因為這舒服本身伊本做花燈的啦。花燈係咪燈籠啊？花燈是你燈籠大山，規陣老管你用鐵燒嘅個布的，你係你壓布嘅啊，你做嗰啲物件嘅，你特別伊個厝本是做古早嘅。你一般是冇辦法之下，要去接伊把嘅手。這是你師傅啊？甲你情形差唔多像。差不多咯，特別伊甲巴病去，所以個感覺該像我巴嗰樣。養老人嘅 vibe 啊，因為 vibe 只感覺只像。原來。我係掉咩夢？快啲當鋪啊！你使吹嘛？你一下清閒啊？嚇，清閒。等人就別曉啦。阿龍。你清閒啊？你拍嚇？這是 Facebook 啊。清。而家是清閒啊，影清啊。對。本是 Facebook 啊。Facebook 出嘛。清。台灣嘅古早嘅師傅嘅國寶嘅。國寶字啊，文章類啊，好似。伊也係蔡英文嘅物件，可能都知唔知隨嘅古人嚟，我咪做咩啫咩？咁冇蔡英文好啊，唔知乜嘢做咩嗰度嘅笑到啲嘢。是啊，我佢拍燈籠字，我搞到笑。我知啊。對。我搞嘢。清嚇？嗱，甲伊台灣嘅總統白白翕相影。這是 current 嘅時候 ，current president 時候。對，是喎，啊，唔知。華人啊，無蔡英文咧，就是華人啊。嚇。我個小弟拍條清線個，攏講我倒落去啊！伊線就咩線啊？你拍兩嚟字白白拍嗎？你做數？我拍兩嚟特別未出喎。真係未出啊！清線。一出線喎，除咗三，第三 ，OK， 清線。出包誒，清閒廚房誒，叉燒包。一個。我就我白 S L 應該邊呢？我拍線對唔對啊？等我看你線。你拍哪嚟字嘛？你這都半幾拍？冇我拍先，我拍一出來，特別是出來甲你播。chicken 啊！我白。chicken 啊，滷啊！這是你師傅。對。等我看你帶要。哎呦，冇，這裡是 district 嘅。伊無得意，你拍 QINGXIN 未？要拍清線哪嚟字啊？等我 try 下，讓我 test 我 Chinese，我咪是拍出嚟咯。你做咩錯嘅？你咪知道 enter。OK， 等我拍金清鹹。對，出來咯。我這是 simplify 嚟 because 你嘅 system。我都未拍。because 伊 simplify 未啊？那我看。咱不要3年0嘅，咱全條咧。呢？但我是繁體 ，OK， 這是繁體。讓做我就識啊，讓了解這個古早咩嘢嚇阿傑。交3個幣，3個幣。3倍到美國開一間個美國阿莫家嘅小廚。出來了，丟了。丟了。阿莫就係咱東南嘅文化嘛，而家嘅老阿莫嘅啫。你睇出嚟先，你刷落去，你看到我白聲先。你按照你冇嘅嚇，按照你我有嘅，我出嚟。people，OK。除咗 sorry 啊，我不要用 Facebook 啊。用嘅即暗光表嘅。啦，伊只是 sculptor 嚟，you know 啊 ，he's a sculptor。一個嚟 Athens 嘅查某線。你看伊啫。一到台北嘅時候。
台北嘅你看台水北，你先做去馬祖嘅啊！這怎麼都好快啦？你看一 post 騎到嶺嘅對面啊嘛？呢個嶺落批做嘅咋，呢個嶺哦，是咯，嶺轉一批哇！這做嘅，水嗰隻，打啲嘢。這個in呢時個條黏起去你看。打去，你路 designer 用 computer 做伊會曉，伊會曉，我袂曉啊。伊比我較好了，伊70歲人，佢用電腦工作無。用 Illustrator 做，哇！這是什麼啊？做你面車咯。車上面做。Incredible Hulk。我唔知咩名，可能唔捌定字啊。這要寫，我無可能寫，唔知咩字。我準。這也去準嘅 museum 係台灣準嘅 museum，紅準嘅 museum。我去嘢啦，要多了。哇！你錄個叫我，你不要等人字安怎，唔使等人字時，叫你冇。要 print 咯，較用咯。冇我爸嘅土地要寫等人字啊，緊急嘅時候叫佢寫。你錄安怎錄個記號寫，錄上有啲物件成個未曉。我哋搞寫一件大字啊。迄是做咧白面咧，白黑白嚇。對啊，我有寫嗰條名，出嚟冇。我試好了，佢有寫，上我爸有寫個記名嘅咯。我爸本身我車。冇變咩？偏冇人談冇車個變死人誒，特別唔要緊啊，當見 internet 吹啫。陣間阿毛不寫等人字時，哇！一時所寫嘅比話唔對啦，咁就話你看咧，整嘅接唔起，你看你就好個仔女寶佢嗰度嘅。你錄頭話女寶去到下手錄做一點未？有啊，用嘴做嘅。做咩？用嘴做夾小咯。做啊！畫啊，無畫咩？等我係叫我係 artist 嘛？你唔是 artist 喎？你細漢時你知你個其實 artist 喎？我知講我要做畫圖，特別別曉寫咩物件。然後大啲咧，小英那邊經啊，不過就安啊，對 architect 啊，你冇不如去學咩嘢啊？你聽到是個不過就安是冇好你經過咗咩？我哋物件，你過咗。That's why。That's all I'm at here。actually 過咗咧，講阿毛就講啊，阿毛啊。effigies 啊。做 effigies。paper mache effigies 咯，咪是。paper mache effigies architect 咯。engineer。engineer 我嗰時 developer 啊，去。對啊，嗰時 developer 我去住嗰去佢嘅大灣個 hospital 啊，咁樣嘅啦。你頭尾做幾年啊？你頭 start 到開始你爸去嗰個當佢你即多做到幾年啊？20年啊，爸爹。哇！20年、30年嘅。哇！我看你爸本是隻 artist 嚟，我就我想你剪你爸 ，because 你接到你爸按咗我對奶你都叫。因為依度啊所在是大啲lâm城啦，加拿分水啊。觀察機。你觀察機嘅咧嘛，觀察店嘅咧，你觀察店啊。雖然你那是未讀冊咧做面。唔是你講啊，你唔是你講。唔是我講，要數嘅。你嘛係去後尾路，我後尾路就是做啲咧觀察嘅物件。有去看依個叫興趣本啊。呢度去一邊鬥下手，因為古早就無類嘛，所以鬥下手伊嘛好多食咯，我食炒飯就食狗啊啲年代。講到去食咯嘛，伊食面咯，鬥下手做咧，後尾伊幫伊做咧，燒做土地，แล้ว就直接加物件咯，因為伊師傅無亂加人嘅。伊師傅嘅土地初一嚟，佢想無亂加嘅。แล้ว為是出來啊，做大頭嘅。為無咯，成日我爸行到手工嘅，無行鐳嘛，買鐳愛手工嘅，然後另外一條愛鐳買手工嘅，我咪曉做啦，我買夠做嘅，工人做嘅，無聊叫做乜事咯，我就看是啲咯，很學對嚟咯，你一師傅對面個師傅嘅，本少數，你一師傅嘅繼續本是做過咗嘅。
哦，伊 family 嗰時做過咗，特別老爸會無正正哦，伊個對數哦。安尼看到。趣味。真啊拖啊，這個工真拖。拖。處理好，真拖，人真酸。我7月到馬路無正正困着，當人6月到馬路。你第一部影是7月。我7月是第一部影嘅，第一晚嘅。你做咩啫？大樹呀咩啦？我邊春浪組做嘅，一組做差不多10升嘅那邊咯，無過10升。然後我做第一節啊，我今年我做正要60升。哎喲，大細升冇上啊！大細是全馬。第一大是多少？第一大15triệu，明年就大，明年做18triệu呀。我咁上大升，快做緊。你是講佢只是嘅找到面數，你是買 material 去下邊去？冇，我大正做好啊，ship 去。哦。我去下邊倒，上大嘅。哦，你成日一集，冇你做一筆啦。哦。我攞呢邊啫嘛，成沙拉瓦我嘛，坐 container 去去大水啊，坐2禮拜轉咯，到啦。大水啊，坐2禮拜轉過去啫，哦。好啊，真係見咯。1禮拜2禮拜未見啊，1禮拜啊。你成日即係可能是想做成個叫做係咩工成個。那我叫咩啊？即 artist 叫 commission 嘅工。artist 啊，嗰位冇咩攤女樣事，即係嗰個攤女。artist 會死啊，攤女啊。就是啊，即係嗰個特人，即你本是死啊個攤女啊，特別是人死女攤女啊。我是學去多啲，因為這是傳統物件，แล้ว人死人未用到啊。我嚟講。古早嘅成立啊，古早嘅年代，我爸樣做嘅年代啊，冇安尼即抓厝燒，唔是特人死就燒抓厝。有冇在調咧？嗬？冇在調，第2位人是要等19節嘅燒嘅，唔是現燒。人下5節，第4節就燒嘅，下3節、第2節就燒嘅。古早冇嘅，嗰啲。你講咱當人嘅風俗啊，咱要行了即個19節了，咱死啊過後即個靈魂啊，要去行了即所在19節過後，攏。較少會掉這物件嘅啦。哦。嗰領就這物件，無領未掉，等於你做咧工地是做去炒啊、燒去磨去嘅啦。哦，去白燒去啦，看。燒咧，無你觀察點樣，驚死講趁無嘅，甲頂19節做都無叫伊，都對伊無趁趁到一end啊。所以一頭燒燒去。頭溫索嗰度濕個了去啦，你變到樣做昂去咯。哦。你樣嗌就是買啲物件辦二啊，所以佢趁到一類。日本辦機工字，你手工個少啫，簡單啫。可能有條條嘛，你為人揀工嘅啊，又背人嘛，揸幾錢啊？你賣1000嘅，我賣800，但係賣700，做最少啊，手工嘅啊，是工廠嘅啦。拍歹落嘅行情。唔是 machine 啊，因為為人無明白，人講我可能買較濟，可能較辦機。你只要入4點鐘落幾超？我困啊，平均困，直接困5點幾鐘啊，無過6點鐘，已經真久啊，反正。當然你人愈大漢，你責任愈來愈濟，燒物件愈來愈濟，我無路頭就死啊！就是反正，我剛才我拍到無 music 啊，睇你講到無路歌啊，係你呢什麼等陣？即係拍 music 是你家己 hobby 啊？hobby 嘅啦，咱拍 band 拍落歌，拍 band 啊，話撲啊冇好料啊，冇搞個 band 好料，睇佢冇，而家電視機做好笑嘅。你屬緊咩？你屬緊咩？band？係咪我屬緊咩 band 啊？你聽咩 band？我你屬緊 band。哇！我成日屬緊聽 Hans Zimmer。哦 ，OK，classic 啊。但係呢個咯，係咪咩嘅？你Hans Zimmer 是唔是 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對啦，他的 movie soundtrack。soundtrack 就 song 咯，我不是我只係屬緊 soundtrack。哦，這個屬緊嗰啲。Interstellar。聽你啊，你咪 songwriter 係蠻好聽嘅。OK，來每女仔，你這是你頂到捌去食飯是幾時？5年哦，仔過去嘅嘛啦嗬，
我舊年所以食飯我去台灣嘅到做工。working travel working trip 啦，你去食飯去台灣。無類嘅，台灣食飯嘅去嘅。舊年1年頭時要去到中國，看你秦始皇嘅墓啊。哈。我想要去，我都冇機會。我要去啊！我唔捌看到，我去看。你嗰去韓國哦，你嗰去過咧，你嗰去蘇過咧啊蘇啊！你嗰去韓國對嚟啊，我去咯。對嚟面骨去啊！面骨去。去食咧洋葱雞啊！電心咧唔是洋葱啦。電心啊，洋葱雞啊，洋葱文嘢啊，電心啊貴 ，OK？ 你去兩座對嚟啊！嗱，我這明年我買飛機票，明年我再去台灣咯。OK。我嚟Korea是嚟台灣啊。嗱。你大邊啊？你大邊啊？我大邊咧，我是這邊嘅人本嘅，我大這邊嘅。韓國人啊。韓國有講福建話，韓國人。我冇做工，我就是退休嘅話，對邊人去佚佗啦。我是大這邊嘅。我都冇，我咩大隻冇對嘅啦。哇，我冇對嘅。等陣三個幣，我問你20-30年功夫啦，你感覺到做好你第 interesting 第趣味定做物件是蝦米物件？幾奇怪嘅物件就是啊。我都同你咁講啊，真係哦。講㗎了。飲車水趣味哦。水趣味，哎呦，我接應哦，我俾講啊。飲車是咧新嘅老飲車㗎，啊是咧。新娘衫，喲驚。我看到佢哋 video， 就是我會記講，我看到 video 都講佢哋故事嘅新娘衫嘅故事。新娘衫做伊唔用加錢新娘衫咧？那邊做嚟外口用淡薄布做 effect 咯。伊新娘衫甲伊上較正嘅衫呢？攏是講做咩屬於比較加正嘅布來燒，做咩是講叫抓呢？伊原本就是要去開類去燒，互伊有可能是伊愛人啊嘛。因為伊唔用加正嘅新娘衫，因為衫是燒嘅嘛。對，特別樣沒有抓嘅元素。做咩事？做咩事？伊個接到，布燒未掉，布燒未掉，伊方面無上，方面無上掉呀。叫對面燒拽落嚟咋，望燒布嘅，望真燒未掉嘅。對，最近樣就興。奇怪，我就是無明白做乜事，我就是細漢到大漢，我是看嗰時代人個咧樣送嘅，迄個伊簡單面啊，做乜事加多，嗰度俾人抓嚇。多沙去燒，做乜事唔日正嘅生燒，你根本就是一個藝術嚟嘛。對，就是因喺你物件咯。原來是裝，這是裝。台灣人中國人啊，我唔捌伊啊，伊紅飲嘅就我是讀嗰啲 PhD 啊。然後做掉這裡唔知南下調查，然後我就解亂講話，你講不如我們拍個照嚟講。哦，哇！嗱，個無情晒個，無情晒就拍咯。這是你爸啊？這珊珊是你爸？情晒我爸。哦 ，OK， 你爸幾歲啊？我邊啊，一個。啲物件是伊個土地咯，這是土地。你31歲啦，31歲對。然後我爸是咁，你先8歲咯 ，independent 嘅。independent 咪68。68。然後伊朋友嘅咯，我係伊嚟鬥下招咯。這件是朋友啦。朋友嘅嚟正做咯。你爸嗰少年㗎啦。我爸 OK 啦，少年個啦，特別68歲，阮日店啊咪話是有較棒，去食飯啊，互你 take over。有啦，要去食飯啊！伊人生中去較遠嘅是去香港啊，舊年去，今年去啊，今年去香港啊。這去沙灣。攏美國聽到嗰個學徒。聽到有。聽到嘢啊！咱聽幾個，聽一人兩人。聽咩物件咩？聽到咩？聽學生，啲 recruitment 啊！而家你聽學徒嘅話，你特別學以前老本嘅嘛，嗬？係咩？調啊，調嗌嘛。一直是14、15對就攏做，伊就是 intern 嚟咯 ，internship 咯。
有，伊是學工哦，特別 OK 啦，學期嗰陣請到是叫袂歹啊。你 PhD 有叫人去做 apprentice 啦，時候就講 PhD 要一個 program 修一個了嘅傳統嘅。啊，你 PhD 哦，你爸爸哦，較早有誒。啊，爸爸，冇嘢，伊冇留咗而家樣嘅爸爸。哦，了伊佢哋即係今年啊，舊年伊講 appoint 我爸俾佢談一個佢哋啲物件嘛。你今年是調住班談嘅嗎？調住班談嘅嗎？今年調住班唔是早都談嘅咩？呢是今早年年談嘅，早年談，今年是佢哋 Eurasian 超價是怪啊！啊，我知對。Eurasian 談啊，唔是人談，我冇談。咪見 many 咯，因為這裡是本土吧嘛。冇，呢邊一個死，一個夠知咩？哦，譬如我你有人死啦。因為特別有人死嘅，誒，調住班是老百姓歸先去嘛？啊，有13名啦，下面死，伊嚟人就坑咯，坑嘅應該都包到對一名。伊成個單 3呢，特別有 slot 咧。哦，伊是對，伊道名叫單死嘅嘛，啱冇？啱冇？啊，伊特別有 slot，你有 slot 都該接嘅，因為樣好累啦。啊，你唔知一年可能3000、4000我袂記，因為講緊喺物件，咱唔是去貪嘢累啊，笑。3000有冇好貪錢？呢種3000都冇夠啊！即啲3000啊，個個過累啊，好心在阿邊度。這是最嗰度話。有查某囝。哦。啊！伊話只黑暗嘅，我哋睇水。你是自己查某囝 ？No。這是 no 啦。girlfriend 查某囝，哦，但我哋講 internet 假如啊 Zoom 啊，伊 Zoom 就是伊假啦。對，伊話多隻夾嘅，都解講嘅，我背我。哦。嗰時候話出嚟咯。咦啲誒，你識聲誒？哦，好料咧，我出邊啊？林白做誒。哦。哇！你做四隻蕉哦。係咪蕉誒？抓蕉啊 ？Crane 啊，抓蕉。咕蕉。先食喝啦。你做落，我同你講，我看過前北，看過啲新加坡做真細隻嘅，你做魚酸。我是講 crane 啊，做你想啊，日本人係指 crane 啊。馬路尾啊，我做達都較好啊，做達都較好賺。袂使講好賺是靠賺食西餐咯，若是做這高轉就食麥記麵。我愛傳 question 對我 friend 問嘅。你安怎decide 佢哋車牌嘅？車牌因為袂使甲我人上好買嘛，只辦檔嘅嘛。你安怎？比如講，有人有相信咧，喺辦檔嘅，我就無下咯。特別有人愛下，因家己車牌，特別我無建議啦。哦。你有人是安怎下4人字。OK， 4人字越好睇。下面物件，下面後邊對人嚟講有 memory 啊。你個勁啊！我嚟看啊。哦，我點我看到你嘅就是使嘅，我點我看到你嘅是，這個是我看到。對，這個。啊。這個就是這個伊 video 真係紅哦。誒，使啊！攞使，I mean even though 啦，人攞錢嘅 subscriber 使是看，唔是講伊啦 ，maybe 是未了呢點先。特別我那時講有就通知到伊啊，唔使我唔使起來講，本來好驚。邊度未起來啦？人小 cheap 一下咯。唔就看無人嘅，我講。啊？這人真係咧，是對，我本驚講你起來，我同你講老實講一句啦，就咁辦你哋，好似係 delay 個換證就換證嘅，你講你話我 video 伊未當嘅咯，跟住 delay 咩？跟住笑嘛，你哋潮點先嚟伊未當，你講我被去你保。對啦，人要緊嘅人，要緊嘅人是未使了點先 ，OK？ 伊只是咧是甲上證是兩項物件，甲上證是兩項物件，都意思是講唔是啦，就。伊是無啦，伊是講伊相親是小小嘛，是伊特別伊 production 是只 serious 啊，特別伊只 serious 啦，對伊講佢。OK，伊有特別小小嘛，只元素對。伊只搞嘅人嚟，伊日本人嘛。是，我是搞，就是講我特別唔要緊啊 ，actually 人要緊是。好了人嘅了啊，是，Jimmy Choo，你做關帝哦。
哦，真的。咁咪會咪做嘅。特別等陣你個講到點你做特別物件，是鳥衫。你做 Apple Watch 哦。有啊，iPhone 愛咁嘅咧，我做。乜做 sex toy 佢哦？唔係咯，冇咧笑人俾嘛。哦，把刀你使介紹啊？dildo 啊，多難教。真假嘅啊，能夠做真假嘅，係就可以做真假嘅，你係。真假嘅啊？哦，哇！誒，特別做大機嘅細機嘅。係咪物件？阿咪你想知啊？是誒真假嘅？嚇！你呢個試係鳥 artist 啦。冇咧，你呢貴嘅呢？伊咪看到伊貴出來，伊是把刀係真假等等，所以特別好要真假嘅㗎。如果你是鳥 artist 嚟嘛，你就是錄嘢啦，佢可能做 pedicure 個。真假嘅 ，OK， 真假嘅嘛派做呢設計嗬。哦，真假嘅啊，指甲啊，就是 just 派做呢設計。哦，nail clipper，牛嘢係做嘅嘛，都未做。不是我是講，伊是唔是貴先人，是唔是 nail artist 咯？我唔知，我冇去問。哦，I think 有的人真屬格，特別特別加真假誒，你知啊？所以人試試特別。你識講好，你識你就真正是朋友，是你爸是你媽，掂，哇，真正發誓特別加真假誒，伊試咗你咪是成日講特別笑自己真假嘅可以啊。個人要做咩啊？做咧見下讀冊簿啊。哎呦 ，workbook 啊，workbook 啊，workbook 啊，冇好笑咩？佢俾錢嚟笑。那掉咪是抓嘛？你抓，只要不是抓。你抓你計，你咪是那是你攤女嚟講，你就計講，嚇你我賺你50塊，得走去俾個筆。啊，對，我都叫我做嚟講，我是咩啊？你唔係自己咩啊？你自己笑咯，掉咗落去。你老實，你冇線你對，你冇去笑掉嗰時嗬。我哋假吹氣冇做。哦。假吹氣啊！假吹氣你按 paper mache 做啊，嗱，係 paper mache method。做隻簿嘢，喺度，有啦怪物件，嗰啲講唔出嚟啊。有人對嚟，跟你講哦，一波棒啊，跟我講你3上4條嚇，即係冇啦，唔得 XL size 啊，唔得 complain 啊，唔得 complain 啊，唔得 complain，有人不波棒係咩？伊波棒你係學一個觀察店人，叫觀察店人來催我人做。哇！哦，所以叫觀察店人嚟催人要做嚟催你做啊！伊催你講，我哋因為我冇清楚係咪人係講你解辦嘅，因為伊捌只觀察店嘅人。哦，OK。咁你去催這人。你做第一句用第一點聲花第心機做物件係咩？搞了物件嘛是啥嘅？冇啦，你了解只 physically 用第一點聲呢？你 construct 你成講你 scale 啦，用是正大數呀，係咪？冇啦，你無聊點聲，做你掛紙幣啊，你人工哦，學大人工。係你唔是燒嘛？係你時間嚟擺嘅時候。也係擺啊，也學曬啊。特別學曬，唔是間嚟燒嘛對。伊是人工先嚟嘛，伊是靠你去擺。也嚟學曬。誒，安怎特別用紙做誒？因是棉嘅啦。冇，因等人上線嗰啲五線嘛，咁咪就有 five element 嘛。嚇，等學曬人工，一般上啲五線嘅。哦。แล้วกูได้人工嘅แล้ว啊，只是冇金線，咁樣是畫咗畫到啲。是這裡啊，這裡啊。對啊，這做啊。哦。做啊。哦，原來。所以唔是做嚟燒呢，本有人是要夾抓嘅，甚至就抓嘅 statue 就對啦。啊，一嚟學曬咯，抓個布個口是布喺入邊抓。哦。啊，แล้ว人等人上線講，一抓2土3木4水頭4劍啊，4條頭5劍啊，1至2 5劍水。哦，5劍。4條頭啊，4條頭5劍咯。哦。所以講抓係排第二咯。marketing 看到佢哋，แล้วมันก็人看到嘅，因為是茶，梗係奶嘛。啊。人個講話茶係好，茶係好，特別茶係因為伊係奶 durable，伊當你拍子一行。แล้วบรรลุว่า技術咧嗬，係允許人做咗係人工，佢哋拍子一行。哦，耶，咖喱沙耶，waterproof。waterproof 係咖喱沙耶咧掉啦。你特別講好，特別隻眼咧咧。有人特別 acrylic。對啊。
然後左下個邊個因為你做嘅時已經來啊，伊神已經大啦面啫。哦，做咩事誒？左下較應接，對，較應接。哦，因為較應頭。大自然。哦。大自然嘅物件。你這是你 exhibition 嘅時，還是這是你做啱嘅？你做嘢，即3條 Australia 啊。哦。啊，對，3條 Australia。Australia 這是做 for art 還是做 for 暗？冇，紅光機 Australia 佢能紅光機。哦，那係無過頭嘅嗬啲。啊，無頭嘅線頭嘅嗰啲。係咧，活蛋嘅。哇，真正活咯！所以哇，真靈。即係台灣學啦，有啲係正為老人。誒，這水落白嗬。紅，嗱，即係幹。啊，即係話幹咯。即係幹。做喺我哋冇機會頭毛啊，可能嚟騎啊。是啦，可能就特別。我看到你係你坐到人車嘅。哦，啊。哦，人車誒，伊是做嘅。哦，哇，一多係超大嘅花卉啊，特別我感覺真無啱啊，因為超大啊是真濟咧5路咧規份咁樣來嘛。你做一個人車係一個查某是好樣是咧為安撫啊，一本啊是手啊，為安撫就為安撫啊一手啊，嘛唔是互人用強姦都在5路。是咯，唔是你啊，你一地都無夠用啊。所以講做這物件是啥啦？我真無贊成，你無病人應人嘅愛。哦，然後人就會照做。這是按照樣這是做一個交代儀式啱咪？哦，啊，先落去嗰啲路邊物件用咯。哦，意思講學你，我人車是啊，我同乜成開人車是只係人車係人去，佢係人車唔是嘅，啊邊唔是做誒。啊，攞嚟佢做一隻個有，特別無人嘅。所以我講John 看是唔是？伊都是你看得成正嘅。我看是看你做嘅，你就冇是做啦。我無想到講伊人車唔是，我看到這條相應該我個知。哦，厲害！誒，你之前這個西咪是坐路只成了哦，來吹來，變咗隻紅去。特別紅啊，好個仔過嚟喎，阿龍。因無題材嘛，一隻網紅嚟翕嘅無題材。網紅有就隻，你一翕落久啊，個你放未咯？點幾耐點幾耐？哦 ，OK。做東做西啊，你該夾少，個都夾少咯。一隻 action 嚟，就變第二人嘢。嚇，咩事？哦，一隻 action 嚟到，啊你其他平時時同你講 serious 講咧 action，嚇，咧小啦是講，it's for the camera。好料，真係好料，係真係 highly intelligent 嘅人嘅，做 CIA。阿邊冇做緊咧，直成講。嗱，對啊，你做咩做 CIA 嘅？對嚟做網紅發生嘅。哎呀，冇本來學嘅做咧，這年嘛是個冇幾3000個。是啊。特別有去，但我冇得做，當有去啊。有 fans 啦，有人看啊。fans 是有。有人買訂啊，都仔啊。誒 ，OK， 來阿威這裡看轉到啲路還是三個伯還是茶鏡，有蝦米物件要問到對哦？問到對咯？冇啊。我要問物件，我問我。等下影視我覺得起來，佢哋講。會使，你做咩特別嘅 project？Because 你在這裡茶經就是就幾個數別講嘅嘛。誒，你乜學過幾啊？我乜學到3個伯，嚟講一個。7點嘅，你只間3個伯點？我古早咁嚟。9點。喺新加坡人買而家好食啊，水有人咧貴點冇人，咁樣貴嘅咧。水海人啊？放空啊，話你講個死喎，喺路邊。社會啊？社會入邊啊？就 still own 㗎啦，只水係咯。冇啦，冇人水。你未起啊？等放空掉。冇啦，唔是我買我水嗰啲嘛。定當是水，我想你哇，彈只表。UNESCO 好啊，都傳咧濟人來，特別問題是害到這本地。本地人冇本事水啊咯，當佢嘅錢嚇差個關係啊嚇。
宇宙法令啦 ，UNESCO 這兩項，甲了 Georgetown 嘅靈魂就無一樣。Georgetown 人咧搬喺山頂啊，搬林搬攏搬下來。外國人來所以買了。真正 Georgetown 嘅人，甲了是外國嘅人啊。都毋是咱本地人啊，所以你看迄老紙啊，都無古早嘅老紙，古早拜天公啊，規條街甲了分死。我都冇得死啊！ OK，咱十一個是咱去 claim 到對，本來嘅老厝嘅靈魂，咱其實Citadines，其實Citadines是後尾，誒我唔知。你票了了，買無了。嚇？票了，你票？你去咩？買無了。你去咩？係啦，小講我老人會去看看嘅嘛。會使哦，會使，我都當今個機會過，你我把你個計，伊學到講，若是你有機會過會使啊，你愛哦。啊，攞掉啊！哇，那後尾自己個他未多話啦。誒，會使，留住咯啊！我去你領地冇啦，是新加坡人。OK。新加坡人嗰啲啊。係咪新加坡人？係咪叫新加坡人？Citadines是新加坡人。Citadines是新加坡人。阿龍，你 maybe 你學我伊 WhatsApp 嘅時候，咱 connect 伊個，咱 WhatsApp。So 伊咪是。connect 伊到時還沒 WhatsApp，你是講我好多 personal 啊。你所以我係 directly 甲人講。我學你一個 link 啊，我學，哎呀，本是之類啦，頂本是查經做，查經你去 register 咧，你使用你方面啦，我們知啊，特別你學 register 咧，我有 in special 物件，所以你阿龍 contact 我咧，是我 directly message 你 WhatsApp 你，OK。會使，好，老早啊，當佢攏會拄到，即個三個八，佢會拄到即個查經接2號。會啊。接2號。我10磅呢，買無票，看到你領卡了。免10磅嘅嘛，你拄到是汪是頭家嚟嘛。哇塞，好了。特別我係咩 administration 嚟。我是特別應該是會咧，因為我把你早攞接，我把你個 finalize 個 hotel 呢，特別應該是 because 你意思特別 prepare 換，特別我會使佢講，因為個價錢你應該個歡喜個，所我個 directly message 咧 after 咧落 email message 你了你個 register then 是按照學你係咪按照俾我打 register 嘅教你是要一 step 教你講。OK， 哇！我真歡喜啊，攞佢來，佢拄到，我較早自己時，我個未去你，特別你拜禮拜幾點沒有？3個月。24/7。啊，對咯，冇拜禮拜免死。7/11。咱行去啊邊啊？嚇，咱使行去，拜個使去，拜六，每日拜六早起呢使去嘛？你問行來你歪去啊？我坐車。啊，這車都不要緊啊！你慢行來，你慢行來。一條路，一隻路。上會啊，一條路上會啊。我個大海尾去，係啦，關會阮正深咯。OK。係啦，嗰條路嘅啦。我使坐 Grab 去。誒，袂歹嘛，人來檳城市去行食去迄個博物館，有人是來古早店。對啊，安尼是唔是？這是檳，我人嘅檳城唔是旅行派嘅檳城 ，OK？ 我人嘅檳城是有靈魂嘅檳城。對。你有做一個 interview 項目是完全100%講福建話。冇。落地咯啊！是，即係你我人做唔是為咗賺你，唔是話網紅 ，because 我網都無紅嘅咧，做咗20年都無紅嘅嚇。個 continue 個接落去做，就是講有心做嘅，三個被過抓過處嘅咧。為了福建話，即係為了福建話人做嘅，唔是講為了出名做嘅就。特別其實我真贊成咯，喺做法啦，因為啊，你看啊，馬路先一派人，甲一拄着面，甲咱講阿毛話。對啊。講阿毛話。講阿毛話，無就講華語嚇。講華語個 OK， 你個接受嗰是當人。你若去日本啊，你不可能日本人甲日本人講阿毛話，國人就好啊，不可能韓國人甲韓國人講阿毛話。係啦。假鼻湯嗬，是唔是假鼻湯？我今日就檳城無福建，就是檳城無靈魂嘅是。
對。嘛，我明明就講福建話人誒，你都甲你講阿毛啦，講咩講東講西，有時咱去阿毛啊，看咧西餐咧來燒人啊，什麼啊，你咪自己講。對，我聽到咩時候看，我講誒，你又講福建話，伊講誒，然後我就講福建話咯，特別因話係時，伊個阿毛講，我看你頭家別講，別使講起來講下。我是咪做人啊，特別我是了解，你有講福建話較親嘛，咱講福建話。係啦，對嘛，感覺親切嘛。對。好 ，OK， 哇！阿妹個叫做成年啊，咱70幾人啊，耶！所以你比較間是幾點？當今嘛2點幾啊？下晡啊？下晡。對。哦，那韓國嘅時間咧？我快到1點鐘呢。哦，但係上4點啊咯。其實你大嘛？大隻咁做咧，冇管啊！我估住你 episode 個，嗰隻 episode 個，我特佢節落4嚟嘅，對4嚟，但係是落8、9點鐘嘅網絡，所以我就是每到9點，嗰時1點。所以嗰時借料咧，佢又如果再嚟，個仔落就線啊。我冇走嘅，我就是我continue就落，接會去咯。你會使留落嚟咋？啊，咪佢就話你會使留嚟，不要緊嘅咋。我show 嘅咧係all walks of life 嘅。往阿妹9點落到了，落到平常時就早起日頭揾出山啊，4點幾咧9點。有陣時有嚟嘅就一起嚟咧講話，一聊了，一邊走嚟講，你愛留落嚟會使咋，because 嗰啲 topic 是會使白白講嘅。有當時 Australia 嘅人來頭隻 episode，走去困了嘛就早起請佢嚟後尾隻 episode 佢接去講。我成日死去困醒啊！誒，感謝，你看這阿三三妹看，咱會使去多一點Sunday禮拜，有。啷忙你成日講住嘅，啷隨好時講住準備期先，因為直到30幾年，啷特別知道點。正常嘅，係啦。使。誒，對好，咱咪去赤道落雲山嘛，禮拜。咱去赤道落雲山所去看一點。你去食早啊面啊，問啲食幾條湯垃圾啊。特別真好食喎，呢個真好食喎。好食，我食真食嘅，梗係好食。阿毛包冇係再講。呢裏邊有一大杯egg tart，你都知嘛？嗬，你未貴嘅。有咩？有啦。有你老啲啊叫。應該是有老啲，我100多個貴先嘅嘛。哦，邊日節日，一時歪檔過來上班呢。啊，小蓮。要講小蓮。二寶半時歪檔過，二寶半時歪檔過來。唔知冇事咯。OK， 我舊時去除咗就掉啦，啷拜六名佢拄到伊，拄拜個名，唔係 OK form 嘅事梅魯，一層 form 就梅魯拜個名，嚟錄音喎。拜個名，我嗰啲學到會錄音咋，9點落到1點。我舊時夾 form 學攞嚟使起來本。OK， 哎呀，我真歡喜啊！把條人就是變朋友誒，咁你講，這邊真係學嘅嚟。OK， 好嚟，講到這邊先，大家真係歡喜嘅人，佫有茶經嘅人講幾個禮拜，攏去聽茶經幾個故事，唔是佫見2禮拜。你有時佫有裝嘅3個8，最好嘅號頭啊，你佫是伊嘅公司嘅招牌。3個8，係曬試下字啊，咪就係拜啦。我18%叫可以，賺嘅事。拜大家，下禮拜再見，拜。頂住禮拜無看 episode 對邊啊，對第2個 subscribe 第一時第一集正現掉落，唔算對同地溜啦。哎呀，就是你看到我冇來，就是講我較早尾對嚟講，我諗佢對樣做再去看3個8誒，即個古早店，拜。